申命記第6章，這是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教訓你們的誡命、律例、典章，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孫孫一生敬畏耶和華你的神，謹守他的一切律例誡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以色列你要聽，要謹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與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數極其增多，正如耶和華你列祖的神所應許你的。以色列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耶和華你的神領你進他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給你的地，那裏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裝滿各樣美物，非你所裝滿的；有作成的水井，非你所作成的；還有葡萄園、橄欖園，非你所栽種的。你吃了而且飽足，那時你要謹慎，免得你忘記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的耶和華。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隨從別神，就是你們四圍各民的神。因為在你們中間的耶和華你神是忌邪的神，唯恐耶和華你神的怒氣向你發作，就把你從地上除滅。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們的神，像你們在瑪撒那樣試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的誡命、法度、律例。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看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並可以進去得耶和華向你列祖起誓應許的那美地。照耶和華所說的，從你面前押出去的一切仇敵，日後你的兒子問你說，耶和華我們神吩咐你們的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麼意思呢？你就告訴你的兒子說，我們在埃及作過法老的奴僕，耶和華用大能的手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在我們眼前將重大可怕的神蹟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並他全家的身上，將我們從那裏領出來，要領我們進入他向我們列祖起誓應許之地，要把這地賜給我們。耶和華又吩咐我們遵行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華我們的神，使我們常得好處，蒙他保存我們的生命，像今日一樣。我們若照耶和華我們神所吩咐的一切誡命遵行，謹守遵行，這就是我們的義了。